声，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势比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感淡淡，看你困眠是我的贵人。叫我的半生半世，无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做比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人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啊，头改变啊！是老师，我多多加油啊！不规人飙起安尼。你贵啊！你爱较细声，你讲话较细声，无你然后礼拜我无法度做迄个，我们这样子下礼拜没有办法做那个。我咱的活动安尼嘛。对啊对啊，你迄个 PG 敢若调较细声。歹势，我头拄大甲飙伊，我想讲我的楼顶有开出来，啊，毋过无收到。我伫你哋没有，不是，我爱甲大家解说一下，我刚点进去，因为我会看迄个阮迄个开台的经验嘛，啊，顺续看大家的老话，我会先看大家的留言，然后我刚刚才关心他的病情，我就一直看到，现
现在我们那个直播的画面，为什么有我们两个？说我们现在讲话是大家都听得到的意思吗？不是，我就是麦克风关掉，我就很安心的把讯号打出去。那你麦克关，我麦克关就还好，没有。只是就是可能观众啊，咱的马来西亚对来他娃阿瓜啊，行情马上一定的知影，我个表弟啊。我们刚刚温头都要开讲讲的是迄个跟上百万资金金流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各位的损失，大家听不到了。是，喝类嘎仔，即使我吃药，我还是有把那个小钮按下去，就是静音消音安尼。我跟大家。大家科普一下，和大家迄个宣传一下，虽然讲今晚应该真罕就有人知影这样等于，这个夏天已经开始流行我们所谓的武汉肺炎了。大概今嘛就是我呢迪卡呢，他得其实我跟你说迪卡，我刚刚就是为武汉肺炎开始，我就没有，我虽然不想要立这个 flag， 但是我就想要和大家开讲。你讲，我会记得我其实无就明显得过武汉肺炎，就是我的，就是我的症状好像没有很明显。你就是迄个天选之人，大家跟他讲，天算之人啊！中错定，没有这么夸张啦。就是我会记得，就是我的身躯边所有的人拢一定得过一摆啊。尤其是进前的300拢有啊，你竟然连100拢无，你所以我想要问讲，就大家进前就是得过迄个武汉肺炎的时阵，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啊？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我跟你说，迄就是你知道，全身躯拢就酸痛，甲伊搭子的迄款，伊是会酸的迄种感冒，就酸哦，酸到有搭子哦，发烧，啊，全身都无体力，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对我来讲，我熟悉迪卡的是，他就算扭到腰，他是完全不会觉得那个是痛。你就跟我调节，我可以重训一个，伊就会使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他说很痛，那应该确实真的蛮痛的。你买其他多少下一休，但你够开始疼。拍谁啊？梅隆嘛是讲伊无得过呢，他说他也没有得过诶。林东真正是得过且过，够厉害。对，得过且过。那不是讲厉害，应该是迄东西，就是因为我开始。应该是今年对不？就是武汉肺炎应该是前年对不对？今年就是开始传的时阵，迄东西以前的，就是疫情的消息是很流通的，所以就是迄东西卫福部讲，就是爱做卫生护理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他就会每天讲嘛。你就照做，因为我是会惯势看迄个记者会。因为我妈妈就我家里人，他们对于这件东西没有那么注意。我现在你看应该嘛知影，我现在就是我的平常时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看记者会，有当时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参像我长就跟你讲，你最近不要在外面下单，大家也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不要在外面下单3C 产品有可能会进不来应该是对，有过海关那样。譬如讲，你买迄个 Switch 2啊、PS5 啊，都不要从，就是你唔通想讲，今麦就是伫外国的迄个网站买。譬如讲，你伫日本用迄个日币的汇率买会比较便宜你就在国外下单。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 NCC 是没有委员的，那是讲你爱迄个伊的迄个。许可证无法都传落来，你的物件都会卡，第二黑伫咧外口。对因为日本已经出关了，日本就不会收。国内也不会进，因为国内没有许可证。对。
他爸爸讲即马迄个武汉肺炎已经5年了，真的假的？5年啦5年哦，哎呦啊，那我就是讲我的去养是一个囡仔，他已经开始上幼稚园嘞。哎呀，那的时间无共款哦。真的假的？习惯不共款。因为阮专辑就已经做2档啊，所以就没有那个什么特别恐怖的感觉。哦，好像他已经5档啊，哇，已经5档啊。阮爸爸那有拍我啊。有爸爸，因为父亲节你要搞呗。对，你先去啊！对，你先去啊！我向大家开讲一个好啊。好啊，歹势，阮爸爸应该是要瞧迄父亲节，这要食啥货啦？你等我一下吼。那你先去，我先向大家开讲，我先向大家挨煞一个。对，伊是讲啥？现在大家听到这个代志，遐尔啊讶异，你们为什么那么惊讶？你们是在惊讶哪一个？你们是惊讶那个打电话，是讲你即马去外口买迄个3C 的物件，特别是最近迄个iPhone 18的，我记得好像是9月吧。iPhone 18到是9月的时阵就会开始有迄个公告啊。如果9月没有处理好现在的问题，就是 NCC 许可证发不下来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买到 iPhone 18哦。就是所以你宝贝是讲迄个 NCC 的部分对啊，就是今嘛公司也是同款的问题。三星那个很惊讶，真的假的？所以你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还海关的问题啦，因为最近可能没迄个医生嘛，所以就变成说 EasyWay 可能跟 NCC 它可能没有办法执行，所以你买物件时候要较细腻的。如果是买国内的东西，倒是还好啊呢。那代理商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去吵架啊？如果丢无法度。对啊，那是讲恁真正刚刚无方便呢，你们就可以打去民意代表服务处，就是去欢迎这个代志，因为这真正无法度，因为我先跟大家介的干扰小改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去年的时阵呢，公司教育来讲，公司跟监察院还有 NCC 的委员都那个。他们的任期都已经满了，差不多是20当嘛，所以讲今嘛要开始换人，但是因为迄个我们换人的人事通过一直没有通过啊，所以就会变成说任期到了，但是没有人，所以现在 NCC 的人全部都没人来上班。对，因为没有啊，一整个资讯都封锁了，一直在讲 EasyWay 的代志，EasyWay 哦，好，拍手，就变干安尼嘛，大概。所以大家迄个过来应该发生的是应该是护照，对。若是讲你真正就袂爽诶，袂爽，即马开始进来应该无超过3个月，就是3个月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做投票。你莫去搞好，即马无好你许可证的迄个，对，就是好酸林就好啊，就是不要投给他们，对。加油！他这吴昕老师就勾追张武新闻，就张武新闻啊，所以大概因为伊就是看你要有的，他就是那种细微的事情，就是你们尤其喜欢 VTuber 跟有实况圈的观众，你应该就定伫咧外国去买物件，恁够较知影讲你们要去哪一个外国网站买，汇率会比较便宜啊，这个要注意，因为现在的话你们就是买了没有办法进来。对。其实我最少买什么外国的物件呢？嘿啊，我想讲应该是 Double 老师吧？啊，对啦，Double 老师迄是 Double 老师应该会很长，3C 的东西的话，对，还是衫啊，是有诶无诶，嘿啊，对，就是还有那个3C 的话，还有那个。就是我讨到我改供就是神送的手机啊，然后那个 iPhone 18都不行。iPhone 18可能会第11月的时阵差不多开始就会发表啊，然后我们就会拿不到，我们拿不到我们自己做的手机。大家知道那个 chips 就是那个晶片，其实是台湾做的。对，我知，台湾晶片最厉害的。对，所以等于现在可能就是无处理这个代志，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买到 iPhone 18。我其实去年已经我换 iPhone 17，所以我没关系，没差。我知，你去年换手机啊，我知，我已经足久无换手机啊，已经4档啊吧，哇，就。像迪卡合作的外套可以买啊，我就跟你说国内的东西可以买啊，我们又不是
用国外的。对啊对啊，因为对呢，我有一个瓦特甲日本公司合作的迄个瓦特，应该是你们什么时候要看什么时候下单的啦？如果许可证已经下来的话呢，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啦。哦，谢谢。原本的许可证的有的话就是没有问题，基本上是新的就是你起码新的物件，你新的东西要下单就会比较麻烦。对，真的。他老公因为瓦头是3C 哦，不要喝酒。对啦，主要是3C 会有问题啊，你要买的东西还有海关啊。有当阵看伊咧讲话就生气。好啦，就今仔日就超到是安尼，就是我现在讲到这啊，我讲到就我以前就该看迄个记者会，我开始会看记者会，主要就是因为就是武汉肺炎的关系啦，对，所以我迄当时敢若无对本地就无啥物破病啊，可能嘛是因为我本地迄当时我的喉咙就不太好，所以若是讲有着武汉肺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还困无吧，所以应该就是这样。可是，对，但是就是我就刚刚讲我没有什么受到一些很可怕的影响。你就厉害的呢，那有可能真正是我身躯边的人全拢2摆还是3摆啊吧？那你若是厝里人做伙大，就是像有妹妹朱妈妈伊咧迄个领导阿姨，若是上定会出去，你就真有可能啊，会发着啊。我妈妈就做活动诶，随去跳舞啊、唱歌，真无法度啊。对啊，所以东西是反而是因为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在租屋处吧，真的耶，无比耶。对底下就是拢是去外口，你不但是就是伫咧工作室内底，还有就是去外口嘛无法度食饭，所以讲朋友嘛无啥物用，就也没有什么约啊。对，所以就变安尼，就是这反而没有什么，所以我就想讲，问大家看，但是我听讲迄个武汉肺炎，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得的症状是不一样啊。嘿，刚有人是，你是特别严重的迄种对不？你是比较严重的那一种。嘛，讲严重嘛还好呢，毋过哪真正是有够痛的啊，规身躯迄个酸痛真正是我印象很深刻，真的是很酸，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讲就是听人家会想要把四肢丢掉，然后吃炸鸡都没有味道，吃到想吐。对，哇！我印象最深刻，那是就想要吐哦。对，迄是足痛苦的，足痛苦的代志咧。因为我最爱食物件，迄当阵食物件真正都无味，我食拢无味。对。但是我就是我其实大概感冒的时阵，后来然后讲要好的时阵啊，你要好的时阵，我食物件拢无味。可是我觉得吃到想吐这件事情。好惊讶哦，好可怕哦！那其实不可怕，可能是因为怎么吃都吃不到东西就狂吃，然后不知道自己饱了，然后就是刚有人有其他的有其他的镜头啊，他也是会痛的那一种哦，其他人有吗？我记得就是进前，就是我讲，我刚才都无最严重，我行就是注射了后，不是要去打疫苗啊？我疫苗好像只打3剂而已，我想说是不是应该爱注系统，我记得好像是基本上你要注4次。我嘛是，我感觉嘛是跟你同款呢，系啊。应该是要注系统诶。你会使去迄个卫生所问讲，就是伊刚买的，可是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你们的黄色小卡还留着吗？我高底嘞，我还在。我伫倒位，我还没给听。而且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思想，我最给人家发现我。细汉时阵，我的想法就奇怪，我会觉得别人比较需要，然后就让别人先，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在抢疫苗跟口罩嘛。对。然后就想讲，那那个拄好，我就不会卖出去后啊，我就想说，那我家有基本的口罩，然后我要出去有必要，我再买。
就是啊，迄当时就是刚刚有其他的人先用，啊我就用。啊，这种想法呢，我这种想法呢，是自从就开始有不同的田野调查的工作，看到消摊老人之后，到最后我再也不会这样想。消摊老人，你真正无拄过迄种，就是若是讲，因为最近选举嘛，对啊，我有一个朋友伫做迄个助理，伊的助理是找红白场。我跟大家讲，我不是这个工作啦，我没有在跑那个红白场行程啊，因为最近爱选举嘛，11月的时阵你爱投票啊，所以讲因就是因就要发一寡文宣品，啊，迄个文宣品内底可能有迄个菜瓜布啊，还有迄个喙罨，喙罨就是口罩，喙罨啊，你知道吗？他们就有一寡老人一定是，他们就会开始绕圈圈，因为想要摕较侪喙罨，他就会一直在你的周围绕，啊，你就会发现。就是因为我要去倒换嘛，因为我去做田调查，我就帮忙发，就发现他常常出现，就是一直出现。你伫花的时阵就一直出现，啊，他就，然后有当时就是迄个扇子，对，啊，因就摕迄个压咧，然后他们就直接丢地上，我就看到消摊老人之后，我再也不会去同情这件事情。你讲消摊只要有够好笑。那本地就是啊，那其中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嘛，反正就是发那个发吃的也是啊。就是一马甲那样，就是一叠出痕，他们就会在那里开始绕圈圈。对啊，哎呀，美味老师真的很难，真的美容沙。我甲大家讲啦，你若是讲真正想要练台语吼，啊，佮你想要练一台语啊，佮趁一个烂衫，啊，即摆佮拄好就有用，你就。行你去一个议员或者是那个市长候选人的服务处说，我可不可以当你们的工读生？然后你们就去跟他拿那个最低时薪，你会看到就是消摊老人啊！我想知道你怎样，因为我是去做田野调查，问我说要不要去做工读生啊？呢？是伫咱南部定定有啥物啊？北部有无？我唔知影啊。毋过有啥物初一十五啊？发便当。对啊，迄个叫做老人共餐嘛，就是，现在但是迄个便当就是爱互因食的，就是因为惊讲伊无爱出来啊。最近那个好像台北也不是台北人，因为即马都市直辖市的上大的问题就是孤独死嘛，哦对，就是平常时有一个人嘛无熟悉里长啊，里长嘛毋知影讲啊，阮里有带你这个人啊，他们就不会找你嘛，所以就变得很多。第一个就是他们也怕卖凶宅啦，较无情的讲话，就是如果死在社区里面，那就是全部人都会变，对，就在法律上认定嘛。对，阿里的现在就是房价已经，对他们来说跌得更惨，但是我们还是买不起嘛。对啊，所以就是当初连上迄个老人共餐，其实是因为他们就是要有个诱因啊，因就是爱迄个互遐济老人就为着迄个中道迄粒便当，好无？走行出来，行出来的时阵，就是附近大家都会互相认识啊。有一天如果他没来，大家就会担心他，啊，就会去打电话。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抓住人家老人的消摊性格。这是一体两面的，好双面。这就是社会福利啊！阿姨就怎样讲，有几个老人就跟他讲，什么叫做有政策？然后给我吃给我喝就会有政策啊。对啊，这是双面的双赢 win-win。我看到美容商讲，因为进去，美容商讲孤独死加油恭喜去。你是迄个皮克明啊？你在少喝酒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笑点太低了，对不起。然后那个有香菇超好食。哦，香菇对啦，抽给平安，抽给平安多趁钱。歹势今仔日伫看一下烧声啦，啊，毋过嘛是。咱即摆，嘿，你讲，咱即摆，伊伫咧，伊武汉肺炎，搁钓一个，然后你总共是钓过几摆啊？其实我毋知即摆是毋是肺炎，因为我昨有去摕总共是，我昨有去摕啊，我有他有搓鼻子吗？我有快筛，啊，毋过是阴性呢，啊，毋过我就出名，我就讲，那个不是隔2天要验一次吗？他好像一开始验
伊一开始阳伊嘛无一定是，因为我记得还有未阴性。嘿，我是调工第3工才去看医生去验一个，啊，毋过嘛是阴性，啊，毋过我就紧张，我讲医生这真正毋是肺炎吗？我感觉应该是呢，真正毋是吗？啊，医生就讲你有发烧无？我讲无。你哪有足痛的吗？我讲其实嘛袂。你有规身躯拢足酸痛无？我讲嘛无。然后伊就讲，小姐这应该只是普通的感冒，你是安怎遐你遐紧张？我就讲无啊，因为我正经的感冒甲肺炎的感冒我分会出来。正经肺炎的感冒是我规个哪？我知道你很常感冒。常常有感冒的，你真正爱好休困啊！无啊，对啊，我真正大概有那个。无啦，吴昕老师听我讲。然后你刚上好不？好不一个无？我看到啪啪上福利熊先说烤地瓜，好期待下礼拜的酷刑哦！所以你后礼拜跟我讲，到底是爱食什么物件，我嘛唔知，没关系啊。哎呦，你唔知，你即摆唔知较好啦，你即摆什么意思？先莫知啊，后礼拜我就强消息，我就会跟你讲。我刚上好不是时间除了这150块以外，我还要给大家看，就是你不是8月时阵是刚走啊？你刚走有甲大家讲无？有啦，我昨有宣我因就唔知影讲是安怎你无用噶，即摆伫破病。好，无啦，就工课足济，毋那是迄尔啦，毋过真正嘛是足无用诶。哦，然后你互大家看阮8月时阵的迄个饭友，你敢有相片？等下哦，咱的饭友，我看一下，我下载了没？朋友不是迄种哦，不是那个香葱什么的，不是胶本的迄种哦。嘿，等下哦，咱先看一下。我当讲互你一个。好啊。对，其实就有最近伫咧设计。你开迄个商品的时阵啊，我就一直想讲明年若是讲真正够经费的，虽然这个可能性不知道，这可能性搞不好很小哦。无啦，我家己安尼一直咧讲什么公生球，就是我一直在想，我们要不要设计新的衣装啊？这几套我感觉嘛就介意，除了迄个就是好呀，迄套 Y2K 的风格啊，这个饭友。伊是迄个，伊食的是油饭，因为7月初7的时阵，8月7月初7是青牛肉色的，所以这束衫呢，这束衫是迄个日治时期的时候，大金衫配百褶裙，长衫是安尼吗？对，伊个长衫配迄个马饼裙啊，是马面裙，安尼。哦，这是迄个日治时期的女学生，其实有些会这样穿。还有迄个民国初期的旗袍，就这人会讲什么？台湾以前旗袍是女真人，可是台湾人其实会穿旗袍，只是他们的那个剪辑不像是女真的一片式也较贵。一片式很贵啊。若是讲，这个饭友你们安怎？你们都获得咧，就是今摆会使加入咱一个月150块一个月，不是150块，对，150块以上的会员啊。若是讲咧，你若是讲我想要开300买，会使无？会使，就一个月300块的观众嘛是会使摕有。啊，过来咧，啊，还有迄个咱的相关的档的那个总裁仪式总裁的部分呢，3000里嘛是会有。底下咧，迄个仪式总裁的部分呢，你们是不用填的，因为咱拢有资料，你就会使直接。你若是袂晓填啥物表单交互我吼，你就上贵。你袂使写表单啦，你若是袂使袂晓写表单，你就会使直接加入迄个各位3000里，3000里，佮有迄个，佮3000里佮有物件通好食啊，嘿嘿。对，无毋对哦，每个月拢有通食，佮有通摕，是安尼讲吼。对，我这个还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伊收无用啊，所以讲伊无互我知影这样代志。啊，伊讲鸡卵糕是啥物口味啊？我当然先莫互你知影无，我就还得你懂。你要死个明白嘛？我就还得迄当阵你就用莫来啊。他起码讲迄盘敢是葡萄干，毋是啊？迄盘是油饭。我昨去莱尔富啊，
不是吃统一布丁，我去莱尔富，我去买迄个伊的迄个微波食品。跟大家说，它的那个很好吃诶，伊的迄个油饭就好食诶，我惊一条。我想讲现在莱尔富的物件较好食。即摆莱尔富变甲就厉害哦！我即摆拢定去莱尔富，吼，我即几年拢去莱尔富。还有迄个。伊的胡椒蟹，听讲伊的胡椒蟹御饭团很好吃，嘿嘿嘿，拢就好吃。来了就知道，那我不去了。那是安尼呀，伊的茶叶蛋哦，这茶叶蛋是啥物？得现在那个台语怎么讲？吴贤老师，茶叶蛋不就？我拢直接讲卤卵诶，不是茶叶蛋，不是其实不是这可能跟我的境地有关系。虽然讲伊叫做茶米卵，它就直接运发是茶米卵嘛。可是我现在是讲说，这里面不是也有加酱油嘛？因为就是肉诶，所以我就直接讲我去买卤卵。等下我想讲是无共款物件。好 ，anyway， 就是讲吼，伫咧莱尔富，你若是要买这个茶叶蛋啊，9块尔哦。你若是伫咧，对，而且你若是买饭丸，你要加一粒卵，刚刚是5块呢。嘿呀，我觉得就是你是加蛋，你要加5块，超便宜的。起码你可以，对，你先讲。我觉得你要讲的东西跟我讲的一样。对，就是莱尔富 CP 值就管的啦，大概一趟起来，嘿呀，对，起码早顿店加一粒卵应该是10块啊，都一现在都已经10块了。对啊，你看莱尔富很佛系。彩为什么要叫我敲他啊？好奇怪哦。敲谁？麻烦彩啊，因为伊是抖 N 啊。什么意思？卖茶叶抖 N， 我刚刚说抖 N 是什么？他是导戏怕等一下抖 N。伊怕等一下啦。那我要分你分10秒。不行，不能分完蛋了，这个完蛋了，他像通体舒畅完蛋了。真的哦，因为变人伫阮家是福利，是福利。变一盖300块上，你下骹有看到迄个，下骹有看到迄个绿界无？你即马无法度，你家老的你会使伫绿界付费一次，留下你的言论跟我说谢谢。对，因拢安尼。因真正拢安尼，互人编掉啊，无法度开讲吼。我就要使用者付费哦，使用者付费。你已经得欠我300块。你即摆讲一个你就欠我3000块。你真正有够高叹气，你真正要神哦。我讲起来说你是抖我想要问讲，你去拍电影那就好啊，想要跟你学咯，结果你是那个抖 M 嘛，真的是非常的嫌弃，好恶心哦。彩这就奇怪，你我刚上面讲，咱抖 M 得我刚人救命。然后你不是讨厌吃蚵仔，然后你吃到蚵仔的时阵，你吃蚵仔的时阵，你是欢喜的还是无欢喜？但是讲，去互伊食蚵仔是一个，互伊食蚵仔是一个苦度，但是你就伊个就介意互人苦度。对，伊就介意互人苦度，所以伊就爱食蚵仔。伊就是就爱食蚵仔，对吧？达成共识。这个是马多杯结论，这就是结论，知道吗？是，汉吉码头都要讲油本，我个看嘛，我拢去买日本的进口饮料。日本进口，我刚刚说日本吗？没有，日本的进口饮料意思是什么？就店员会帮你喝一口，然后再吐到里面去吗？进口进口你做乜怎样？你做乜怎样？口腔？我要进口饮料，然后那个店员就在你面前，然后把那个改饮料拍开，然后喝了之后吐到里面说喝。几吹沙发，然后他们就马上就问说：“那个排队队伍在这边吗？”我刚喝酒，好恶心哦！烤家酒，伊讲跳豆的柠檬体，那好啉不？因为我小蛋可能会去买咖啡，可是如果你说好喝的话，我可能会去买别的。今晚我做食去莱尔富的，什么跳豆的，什么柠檬体啊，也是茶叶蛋啊，拢买起来。真正是赞，赞，嘿啊！好啊，那等下下晡就是去工作室内底
替人倒咖皮的时阵，我就买迄个，我就买那个好了。哎呀，待会富爸爸可以找我们，谢谢。在地美食都扔地上，我不是很常做这种事情啦。我给你，对，之前我咧食鸡卵糕，我袂记你是替向庆生啊，我忘记是替谁庆生了。然后一样就是，迄粒鸡卵糕刚刚16块，就是很贵很贵，然后我觉得超好吃。啊，因你迄个苦力姆伊就是你用愈好的苦力姆，伊就愈简单就会。迄个叫啥？那什么塌掉吗？我唔知，就是伊嫩爱就龟就是偏落去，然后我就喊了一声哇，在地美食就无人搞我妹啊！我基本上都用这招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要骂我，虽然讲迄条给你恭喜我自己买的啦，就是1600的那个蛋糕都自己买的啦。来等他买说，那也要当生，那1600都已经居然给他用到，因为不是我故意的。哇，在地美食，哇，在地美食，我怎样？我又不知道宇哲老师喜欢这种哪一种，我喜欢哪一种。我不买进口，我买本土的啊。我比较喜欢在地美食啊。我很常把那个食物丢在地上。你点的怎样？就是我搞迄个低卡出去，你问伊你有怎样？我真的很常的话，东西丢在地上。嘿，对，应该是讲咱吴先老师，然后嘛就高追的嗲吼，这个手头的物件吼，变成在地美食。嘿，你讲？对，我今年不是伫咧迪士尼对吧？我你玩的，你家就真正无零到一嘴哦，他就爱台湾的，对，真正是有够爱台湾的，嘿，咱台湾本土在地吼，这个美食吼，是会在地化文化的对创作者，伫遮带去日本的迪士尼，吼嘛是在地美食，对，我把日本的文化在地化，对。前阵子才听到一个很怪的名，前几天听到一个就怪名词，叫做进出口贸易。哈，进出口贸易有哪里怪？进出口贸易哪里怪？进出口贸易都有就怪，进出口贸易就是很正常啊，就是你做贸易，你不是做搬商，你嘛是有做迄个出口的呀。也是他应该就是他话你咧想怪怪物件吼。我就一直咧问，对，我知影伊想要讲一寡足奇怪的物件，但是我就一直咧想这个物件，就是这讲有一寡，对啊，这有点想着你听着5月天迄个冲啥大冲啥小，有些人就会笑得很开心，就是哦，你知影就是对啊，你知影迄个那叫什么？就是我今晚有工课，有一个同事，我有一个主任啊，主任就是看迄个来到沙冈的一个朋友，伊叫做阿吉啊。我那迄个因为迄个主任就是他就是那种老直男，伊就跟阿吉嘛是查甫，阿吉讲，阿吉，我不能随便跟你说再见，我如果说拜拜的话，就听起来像在骂脏话。你今晚是在做这行代志上，而且就是伊自己讲，我就说，我就讲，这有啥物好笑啊？啊，伊就讲，伊就笑，伊就跟我讲，那你自己念念看啊。然后我说，你真的觉得好笑吗？好烦哦！大人大种啊，你40通岁啊，你今晚刚刚这个跳的好笑？啊，几拜拜有啥物好笑诶？你今晚是安怎？你今晚是想要找迄个综合派出所？你今晚想要去迄个头前迄个中和派出所？所以我请你去跟迄个里面的小分队长跟我蛮好的，我请你去跟他喝茶聊天。什么意思啊？小学生啊，小学生呢？哎呀，什么女生的话题？我能要讲什么话题？哦，那你就想要配合我的话题。咱今仔日咧真好硬哦，咱今日就来考试战。你客气啊！你身体要紧，我们身体要那个。我脑有滴的，吼，我没烦恼。我惊讲你的迄个。歹势啦，我较失礼啊，我毋知影你已经就是已经感冒啊，你搁甲我讲啥物？你甲我讲啥物？咱就紧甲迄个文化部的物件，就是安排一个。你若甲我讲你感冒，本地就要安排啊，因为大家都做无用的，本地就是要安排起来，毋是吗，老师？你嘛是会使休困，头好休困的时阵就先休困啊。
啊，无哎呀，你还先跟我讲这个啊。工课较重要啦，我是真是的啦，嘿啦，也免烦恼啦，真的，这个比较重要啦。好啦，然后呢，就是今仔日呢，咱来试下看卖台语的检定的题目。但是我若是你爱改，其实我嘛真，就是最近考了，我今年无报，所以讲我就一直我那个会写的感觉呢，嘿，已经消失差不多一档无下届考卷啊，哪科？所以无得卡，我小等，你小等，嘿，你嘛爱写吗？我小等无得卡，我甲你写，我做回写的时阵，我嘛会写唔对啊，对不对？啊，唔过笔记对你来讲是过简单啦。无一定哦，我甲你讲，我头一届笔记考无过。那我考掉。我跟大家讲啊，我伫咧迄个读大学的时阵无考过。那我考掉。我感觉是因为，但是迄嘛是因为迄当时我伫咧搬厝，我搬到我即卖的迄个工作室家，我就是那搬，我就是一边搬，然后一边准备啊。一边搬一边准备，意思就是无准备。对，然后我就直接去考，我就想讲，内底其实嘛，我就一寡物件，但是我感觉写是无问题，就是你会使伫咧迄个课本，就因毋是有一寡参考书，你会使就是背的单字，其实是无问题。你可以先下载，你要先写 A 还是写 B 呀？那个你要下那个书写范例，你要下那个书写的哦。你们谈是哈，你们那些考译哦，你考译嘛是没问题啦。可是如果你要就是范例题型，你要那个，它前面是口语，后边才是写的。就一个考卷的呢，我看一个，我看一个，因为我的目标是美卷，所以真正的哦，嘿呀，我们我来稍微的背，就是那个该荼毒一下是吗？对，我被荼毒一下，我先下载的几个较好的。但它其实是范例耶，它好像也没有很多诶，我来帮你找那个考古题好了。我会记得有一个所在有考古题啊，对，这内底其实敢若有迄个几题尔，你内底我头拄下载了，我发现它只有5题。真的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下载，我基本上下载下来啊，我看一个。语检定，我这个是什么阅读？阅读哦，它还蛮多题的我看一个。一叠都有。我开给你看好了，大牛。现在我下载的全部拢是，敢若5题对不？我看一下哦，这个好像还蛮多的没有吧？后面是白的啊。现在你也有啊？嘿呀。这个好难哦，我觉得可以玩看看然后呢，你甲迄个网联传给我，我们要一起来写。我以前还我顶届考 B 级，因为后来我拢考 C 嘛。对。我顶届考 B， 敢若是毕业后一档过去考的。等下哦，我直接传这互你，等下哦。就嗰啲个你是试到一个现在你会有遐尼济？毋是我就凊彩下载啊，这拢是啊，啥物阅读测验范例题本啊，系啊，然后什么？系啊。但是你会哪会有遐尼济啊？我刚刚下书写题本的时候，我看卖哦，我看卖。好啊。我有找到啊，你是找 Be Read Topic 的迄个东汉上。我唔知，我就随便下。然后呢，咱对头一个阅读测验的头一题是阿周甲阿明这两个话贴的感情真好笑。对，你摕到啊？有。好，来。好。这敢若就是咱先看伊头一页迄个
其实甲迄个你若是有考过学测，啊个即马的囡仔是毋是考？我嘛是考迄个会考出来的。即摆囡仔应该拢是会考吧？我对，五千年之前刚有会考。5000进前就是你是免考试，你就使直接入去的。是安尼，是哦，我们知啊。就是即摆是会考嘛？对啊。今明概念我有高吹口个，什么意思？那我扣点。那也不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他也只是第一个会被人家叫去写作业的人而已啊。要是我，就是后面人就会一直说。真正漂亮就一直讲我吹波吧，对，所以我找不到我不会。对，我就是迄个上无巧的迄个啊，惨嘛。学老实啊。我学老实啊，系啦。有诶嘛来啊，今日无记甲大家讲 hello 诶，然后呢就较紧诶，甲大家讲 hello 好啊，哈，米罗塔瓦啊，个华德比格啊，西罗纳多啊，个像叶叶，啊个温，啊个依婷，啊个新之喵，啊个汉吉马上，啊个彩有心，多谢啊。应该差不多啊。Hello， 大概点样？然后福利熊，我头都有讲啊，怡婷啊，吼，拢有啦。大概中岛边倒趁钱，水灵宝贝应该拢有啦，吼，OK。水灵宝贝头都有甲讲啊。好，感谢吼。这迄个第一本看起来就是甲迄个恁去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过英检呢？而且我考迄个全民英检嘛，是就细汉的代志，差不多是。没有考过全民英检，那是啥物物件？我其他无考过。但是你应该有考过日本啊？日本考就这一届啊。对啊。对，这个看起来甲我甲第一个看起来甲进阶就是迄寡啥物语文测验，其实差不介多，伊就是谁做迄个题本的样子，你看到就会发现，好像就是要考试的感觉。真正被考试。迄个作答说明，就是这可能就是你头前的迄个老师什么监考官啊，监考官会讲，就是伊的迄个阅读测验，一个50分钟呢，50分钟好像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吧，好少哦。你今天看伊的迄个题数啦，它题数看起来是有多少？20题、20题单选题，然后克漏至8题，所以就是全部是40题。那其实也差不多是你1分钟爱上少1分钟爱做一题嘛，1分钟做一题，好像还可以啦，还可以。您进讲迄个日文的题目有多少？你还记得吗？已经袂记得啊，800年前的代志，迄当阵定定咧考，我只记得定定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不能直接去考N1吗？当然可以啊，迄当阵就是我大学2年的时阵就去考N1过啊。大学3年的时阵无法度考，因为迄当阵伫咧日本教学生。大学4年的时阵，但是你考已经N1考过啊，应该就是免考啊吧？还是讲嘛是爱考啊？我是感觉爱继续考较好，应该是讲但是一定有这个规定，还是讲你家己的要求？家己的要求啦，对啦，对。你就加就是阮当年就是会去，我输了哪都输了袂记得，就烦恼诶，对。因为其实我去考第一个测验，嘛是有安尼，我就是讲，就是即马真罕点有用第一个时间啊，但是。这不是刚胸口部，最近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团体，伫咧台北，就是因为台北的迄个语言环境实在太干预了，所以讲有一点，刚刚是少年朋友，他们就有约在那个有一间深夜咖啡厅，迄个嘛是就简单就会使到的台北车站遐，刚那是200块，就你交200块，从8点到凌晨2点，你就可以用台语跟日语，就是袂使讲中文啦，去教我其他的语言。伊教我刚刚有德文、日文、英文，安尼还有法语，
对对对，就你去教别人台语，啊，还有教别人日本话，啊，别人那另外外国人就跟你讲台话安尼。哦，是哦，跟我那个企划还蛮像的，所以讲就是。我会记得有人做这个代志，不是业配，大家可以稍微查一下啊。高200块，我记得还有其他的点心还有加，就是他们那里的那个咖啡跟点心，全部都免费这样。因为刚刚就是平常时就是你会使交钱伫内底啊，你就做家己的代志，那叫什么啊？那是什么工作空间吗？对，啊，内底就会有迄个。凊彩里啉的迄个饮料，就凉的咯，凊彩啉咖啡什么的，对不对？蛮好玩的。对，但是我也未去过，我可能迄个，我可能就是之后工作比较没那么忙，我就会去吧。他讲完靠过高会使去报名，可以啊，可以，本来就可以啊，对吧？因为他就是缴钱就可以进去了吧？对啦，就是应该是讲，这个语言若是伫你的国家无定定咧使用，嘛是会放袂去啦，嘿啦，啊，所以这个检定嘛是会当算是对家己的要求较考验吧，嘿啊，之类的，就是其实语言这种东西，真的你不去讲，它马上就忘记，即使你可能一集过了，然后又怎样？过2-3年没有用，一样忘记，一样的东西。台湾的语言环境是较单一的，就是你们有看到我们其实台湾的语言环境超级，就是应该是说，应该是讲台湾人的母语就侪，可是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是，我们会觉得对方听不懂，啊，就直接讲华语，但是对，这嘛是一个就偶玩的思想，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傲慢的思想，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有人可能听不懂华语？对，而且讲就是今嘛，咱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会刚刚讲正确，法律会帮我们搞定一切，所以他们会搞定不说华语的人。对，这嘛是一个就奇怪的代志，但是这嘛无多，因为这就是今嘛的状况啊。对，这就是现在的环境的原因。啊，无论是那是无讲家己母语这个代志，还有可能也是会。不讲其他外国的语言，大家都会惊别人听无。但是照来讲，以台湾的迄个经济环境，以台湾的经济环境跟台湾人的平均教育，应该不会存在一个讲英文或日文别人听不懂的状况。照例来讲啊，就是其他的所在我无加保证啊，但是就是起码都会区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你讲下面啊，你这样是歧视其他的城市啊？其他城市可能比较多人在讲台语，比较多人在讲客语，其他的不会晓讲的嘛，不会去学啊。对啊。照理来说，应该要是你如果单看数据的话，应该是每个人他们都可以接受学校教育，学比较完整的英文跟日语啊。对吧？真正是安尼。底下那里讲底下英文，底下笑得这么腼腆。当然嘛爱腼腆，因为我根本就袂晓讲啦。我连一句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拢讲袂好势咯。咱叫迄个海色水晶来甲你教。好惨嘛！你敢若会晓？你敢若会当用英文甲伊讲话？你敢若会当用台语甲伊讲话？有啊，伊嘛讲伊台语讲无好，真正就烦恼。我讲你别烦恼，我即摆英语嘛讲甲真正是袂晓讲。也跟你们讲一下我们这次的台语的卡贝都会区是什么意思？骑马都会区，就是真的很喜欢那种奇怪的谐音梗啊。有听到熟男们都喜欢。而且咱继续，他都要讲到咱水晶嘛，我们有约到我们的水晶老师要过来跟我们聊台语哦，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叫人家老师？对，我尊称为在约他的时候，水晶老师不嫌弃的话，对，咱到底来学台语叫 teacher 啊，对，拢是老师哦，陪啊你欢喜着，我就欢喜的，就是我不是老师尔。今仔日咱咧开始写，好了，咱就是公正来开始写这些物件。那我们各自写各自的哇，好紧张哦！你要各自写各自吗？我原本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写。可以啊，可是一定都是你知道答案呢。我不一定知道啊，真的你不可
可能不知道吧？这段我真的不一定知道啊。有啊，哦，我来下看玛雅哎，我看一下我这个可以应该啊，可以，来，我们来写吧。那么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写考卷哦，计时50分钟，写得完吗？起码是57分后放水嘛，我们就到1:50，好不好？我们写到1:50，可以，因为我差不多嘛是2点爱结束，差不多哦。头一题是讲阿中甲阿明这两个活跳的感情，就好诶，吼，练车嘛，专钢，那是钢色水哦。色水是颜色，同样的颜色哦。所以我们会说你们有听过色彩鲜艳要怎么讲吗？色彩鲜艳伫台语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就是讲色水吗？色水巴丁，因为他们就是他说那个颜色就是墨水嘛。那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颜色，他们是用墨水去调浓淡。你也是讲迄个。一路 color 的时阵呢，你就讲色水一路 color， 它都要是用日本话晓啦。日本话加迄个英格里史一路 color 啦，反正就是没有要讲华语的意思。色水巴丁就是颜色鲜艳的意思，就是很饱满这样子。原来如此。所以讲，若是讲华语这句话是讲啥物物件？我听的吗？我听唔到啊！我爸常常咧讲诶，就啥物意思？你刚刚选到一个，就是钢琴就姻亲关系哦，刚才在选这个。你要故意答错也是不行，这个我跟你讲，那个台语测验是会倒扣的哦。好啦，拍谁啊？你不会的时阵，你不会晓的时阵，你就不要写哦，不然它会倒扣哦。好啦，我删去法。姻亲关系也是可以啦，好啦，随便你，看你要怎么写。好希望他们是好啦，删去法。应该车是水水，应该不是吧？连车嘛，讲色水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听的不是吗？我听的就是咱兄弟。人嘛，港色水的意思是他们连车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对啊，一样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感情就很好了，很多的车应该只有卖黑色的吧？我觉得这个是女生会发生的事情他们真的不是姐妹吗？没有检查过啦，那你觉得应该是选哪一个？我是选 C 啦，应该是有结拜啦，因为放贴吧嘛不是啊。那应该就是 C， 稍等下再来看。伊讲第二题是讲老爸对后生讲，后生是什么？我后生就是因囝不是吗？他儿子啊。那等下来的一定是得碰剂。这个我不知道得碰剂是啥会啊？我不知道碰剂是什么，我们来不能查，那这样我们就猜吧。我们等下是猜。我刚刚因为基本上是老爸是亚洲家长，应该不是什么正面的，应该不是下面记名的太多，所以迄个欧肉应该是塞。欧肉无可能啊，亚洲家长。我刚刚，所以我刚刚上有可能应该是。对，咱先念出来好啊。这4个选项，头一个俄罗我已经念完啦。这我来念是啥？考试啦，应该是考试吼。第三个是啥？亚洲家长最爱考试不是，对不起。第三个是不要乱念。奈，这是啥会啊？无奈无奈，拢是第7条啊，无奈上尾一个是啥？哇，等一下哦，妹，拍谁？厌气嘛？厌气，对，厌气啦，厌气，水了。我感觉应该吧，无讲解无奈啦。我感觉上有可能的应该是考试啦。对啦，我买那刚刚。不知道会当先问其他的人。有人说很简单然后那富米你刚刚是多一个？富米桑，伊拉夏鲁。
我是选 B 啦。我选 B， 好不好？我们先写我们的答案啊。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可以随时上注，好不好？好哦。我也选 B，啊，你选多姐。等呢，伊是安怎？我即马无看到迄聊天室，大家等呢，我真正都无看到哇！我看到，我即马看到啊！一定要切换成聊天室，不是重点聊天室讯息啦。好哦，嘿嘿嘿，是，他好像会那个，所以我现在都是那个啊，好哦，来，亚洲家长一定不是我，这不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吗？开始我们把这位 A 先生架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刚刚求，就是什么，伊是地阿龙地阿龙哦。阿龙哈喽，阿龙的应该是地上吧？地上伊拉郑阿龙，对，好可爱哦，很成功。你看会郑之龙吧？我的天哪，开台主我开台主，以前周神娜，周神娜，你开台主也是会开台的，你知道吗？以前就是郑之龙在台湾做直播做的风生水起，100万订阅直播主。我也开台，刚刚不是这个开台，但是我不要伊开台大信王刷定的开台大信王是郑之龙哦，我不知道是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唱你写的那个签名干人呐。哦，对嘞，对嘞，你的开台不是这个开台，我也开台，你是开台，我是开台，我是开台对，我即摆咧开台。是。来第三，我看一个哦，我做一个啊，这其他就好食的，我就爱食的，我知影这是啥货？哦哟，有人唔知影哦哟是啥货无？哦哟，成本唔拿30块。成本我会记得哦哟，敢若伫台南有一个特别讲法，但是我无记啦。啊，是啥物讲法？我查一个，但是我会记得台南人讲澳球的时阵，他们讲爱玉不是那个，不是澳球，好像是另外一个。我看一个哦，成本好，你也在想，好，你豆豆查一个，成本唔拿30块，你叫我卖你20块。你即马是要叫我好，我被删倒一个。对呢，是鸡亚啦，就是有人讲那个鸡亚子吗？子，对啊，子鸡亚，台南讲鸡亚，我头一摆听到呢，鸡亚，子鸡亚，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比较老的，就是鹿港加迄个鹿港加台南这种老城是伊就会讲鸡啊，哦，对，因为伊是迄个树，它的那个树好像就是一个木在一个子，对，它叫做玉子。对，所以伊就是变做鸡啦。对，你敢有家己洗过？我有家己洗过呢，就好耍诶。有细汉的时阵就是去迄个校外教学，200年前的校外教学叫洗爱玉。哦，袂歹。讲无爱洗，讲袂使，因为老师就会情绪勒索，把你压在那里，你要洗一块爱玉跟倒一块客家麻糬才可以回家。就好食的呢，够好的啦。那有你若是下晡的时阵去互你的朋友耍，对，你的朋友讲生气，你就已经你可能已经很生气了，你下午还是要继续去，对啊，我剩出来了，搁爱分互其他的人食，对不对？我心不甘情不愿。跟袂当。全部家己食了安尼，系啊，你看。对，迄就是迄东西，校外教学的时候全部都要分给就是同伴吃啊。对，系啊，对啦，就是爱玉，没有错，用果实的籽搓出来，没有错。福利熊搓过吗？是。来啦，这题吼，我你讲，我一直就是讲哦哟，其实伊本身就是。洗出来的时阵，它就会有柠檬味，因为以前拢可以用伊利的迄个柠檬爱玉，对，不是，它不是会有那个很化学，伊敢若不是真正的澳油，它好像不是，应该是有加什么吉利丁啊，也是什么，对，它好像其实不是，它就跟那个花生牛奶差不多的物件。对，不过我细汉时阵食澳油，我真正拢食。真的澳油，应该是讲什么？那市场
阿桑咧买有无？伊家己洗对的，对对，嘿啊，嘿嘿嘿嘿，好好吃我，是就后壁。嘿啊，食一喙，我看那会无柠檬的味，惊一条。哦，原来这个就是二油。嘿啊，你要家己加啦，嘿啊，你要叫我啥？你要叫我卖你20箍，你要叫我啊对啦，成本拿30箍，你叫我卖你20箍，是要叫我钱歹趁，囝细汉。细汉啊，我最近定啊，一直听这条歌。啊，这条歌就好听诶。只歹趁，啊，囝细汉嘛免怨，别乱弹。哎呀，这些看没有人要开始考试，笑死！好啦，拍谁？因为倒塔一定是倒塔，不是迄个啊，伊不是第一数啊，所以他可以先划掉。这是啊是倒塔是倒贴，倒贴，倒贴，不是这两个字啊，我会记得不是这两个字啊。不是倒贴，而是食家己。但是我感觉食家己嘛，就奇怪，食家己。伫咧食无适合吧？你是要叫我食家己？歹趁是安尼讲，敢是安尼讲？我若是伫家己写，我可能会写了背，但是我会记得了背讲毋是即个意思。所以讲伊毋是倒贴嘛，我想讲伊嘛是倒，伊若是倒贴，我应该会选倒贴，啊，毋过毋是啦吼，也是歹趁，还是歹趁嘛怪怪。对啊，我感觉歹趁是上奇怪，因为歹趁应该是迄个形容词嘛，但是了尾应该毋是这个意思啊。系啊，因为你是要叫我很难赚钱，这样好像很奇怪。倒塔吧，倒塔，但是安尼就是无看过，就是倒塔吧。系啊，倒塔。若是我真正无咧讨论，我会选这呢，食家己。你是不是叫我食家己哦之类的？但是食家己就是食家己，我应该安尼用，但是食家己应该是死头路的意思啊。对啦。然后那就选 B 啊，因为 B 是无看过。好啊。你安尼讲嘛是有影，就是因为倒贴，因可能嘛是倒贴的意思。我想讲倒塔，若是倒贴，我会选 B。无，还是要倒看卖啊，要倒看卖啊。会使，无因为 AC 组一定是毋对的嘛。系啊，都怪怪。AC 组一定是毋对的。了尾嘛毋是。我的话，我是感觉食家己哈，真的哦。食家己。福利熊讲看恁爽会压起来，没有啊，这个就是讨论啊。因为这是安怎？我刚刚是因为迄个啦，我们是因为那个，我其实有时候也要装起来不知道，可是在你们面前演戏很难不然我什么东西都看起来这个，我要让它全部都对。那迪卡你尴尬嘞？你尴尬？我觉得你也穿多姐。我自己会把 A 跟 C 先去掉啦，食家己干太刁嘛，倒贴。毋是倒贴，就是食家己啊。倒塔应该是倒塔，应该是倒塔。好啦，凊彩啦，倒塔啦。反正就选一个就可随便啦，好啊。我头一摆考这个科更诶，我看哦。大姐，大姐你好。阿嬷老伙仔吧，拢爱用不，叫我发多看报纸啊。这题我知影。好哦，鱼仔行伊啥货啊？鱼行无这个物件。对啊，千里镜，等一下，千里镜。照镜嘛毋是。都爱有啥？好，这千里镜是我是帮你吗？千里镜我毋知，我想要不要有这个物件吗？陈立甲是有啊，有这个东西啊，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你讲是什么。这四个都有啊，这四个东西都有。拢有哦。等下哦，好，
我真的要要猜了，汉镜哦，我之前为迄个看嘛，若是讲你爱甲即句换做华裔思想开始先提出来，你觉得他是要讲什么？就是因为阿嬷的她的眼睛已经老灰啊，就是已经老了嘛，老花嘛，老花老灰啊嘛，就是老花眼是老花眼哦，灰啊，他是不是讲快一点就变老灰啊？对，对，所以它是台语词，所以老花眼老灰啊，老花啊，原来是这样来的。这老花眼呢，要用什么东西才能办法看报纸？不是老花眼镜吗？什么老花眼镜？我这个傻眼呢！还没有配眼镜的时候要用什么啦？你若是无配目镜，伊配目镜爱走出去，爱行出去啊！但是你的迄个，你的阿嬷若是讲有绑小卡，他有绑小脚，他没有办法。不是，重点是我们根本不晓得阿嬷有这个人设，绑小脚没有办法。我还没想，还不会有一些用老花眼镜去想嘞，靠腰。不是吗？这个不是很正常吗？都是用老花眼镜吗？不是吗？要不然你在幼稚园的时候，人家说如果要用的话，要用什么？当然是一开始会想放大镜吧。我们不会，我妈妈真的都会跟我讲说，阿嬷就用老花眼镜，真正是安尼啊，所以没有老花眼镜的学校啊。你细汉的时阵无看过阿尼美，你看那些老人就这物件袂歹，要摕迄个。我们要面对3次元的生活嘛，无啦，嘛是有放大镜啊，所以这个选项没有老花眼镜吗？没有这种东西、啊，没有啦，你看出来没有啊？没有啦，我看不出来啦。你若是讲爱迄个老花眼镜、老花目镜，不是啊，它就不会出现。你若是爱摕迄个，就会是直接讲目镜，但是内底无目镜，所以讲伊就是其中一个。居然，好，那就是放大镜啊。嘿，放大镜。啊，你刚刚倒一个看开，那先放大镜。我觉得老花眼镜明明很合理，老花眼镜很合理，比放大镜好用。废话，可是现在就不是这个问题呀、啊，就是问题是老花眼镜的台语无够困难啊，以后咧出现伫咧 A 啊，对不？因为出现伫咧 B 啊。好，那我们就来猜哪个是放大镜嘛。对啦，有啦。我看一下哦 ，CBBA、CBBC， 好，我决定了 CBBC。我会一个。等一下，我真正唔知啊 A 也是 C， 都一个是什么放大镜，我就赌我的运气，安尼好不？Oh well， Oh well， 好哦，你其实你。都会是对的呢，汉镜就是会把它不夸张，就是把它夸大的意思。你得喊嘛，所以汉镜就是放大镜。哦，所以我叮咚了吗？对，汉镜就是放大镜啊。我真的随便猜，你要自己按呐、笑死！叮咚，为什么要自己按？要自己按叮咚。对，要的音效，对，要的。你知道在考试的时候那个2选1多么紧张吗？会哦，这是4选1啦。哦，对。啊，不然面看，什么真济定定互因某嫌开销伤重。反正就是人脉广吼，然后下面颈椎什么很多，定互因某嫌开销太重，人员民生名水背对啊，背对不是红包迄背对吗？对，人员很多，很奇怪，名声就侪嘛，就奇怪，名水是啥货啊？名水我会记得是高情啦，高情就侪，啊嘛是就奇怪啊。高情就这啊，就是背对就这。对，背对应该是就是迄个啦。我们说的那个，你红白订的时阵爱包对啊，迄个钱哦，真正是背对哦，你也会选背对嘛，对不对？这应该无迄个吧？这没有其他的，嘿啊，那个啊，因为背对就是它
不对，就是一定是这个啊。哦，因为你有名，所以你有交情不一定会有，而且交情很多时候都是找人家帮忙才不会给人家钱的。对，真的是这样。好哦，咱是选配对，后一个我看一个，给啊在应对为香港，那是为哦从为香港，甲规个亚洲地区大概就要注意，甲迄个。伊迄个鸡仔仔应该是迄个啦，禽流感对不对？哦，居然会有人这样讲啊！我们知鸡仔仔，鸡仔仔，鸡仔仔，哦，你还自己艺术啦，配音效，多谢干了。破西哥来啊，破西来啊！欢迎来到第改频道，我即摆在做这个科梗哦，我那有够紧张诶。台语检定诶，考题诶，其他选项不会花钱。哎呀，韩国是夸张。我看一个哦，已经你卡去那里要用台语欢迎讲了啊，欢迎讲了，哎，欢迎讲了，叮咚叮咚，欢迎讲了，已经登个刚。登是迄个哦，登是 show off 的意思，是炫耀的意思。你别搞到底下登。哦，好。对啊，吴昕老师啊，拓树风，你真正有下点，这个拓，你也在去 copy 啊？拓树风就是应该是这个啦。我在想，如果是我会选这个，因为你真正对，应该是这吧。对，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也是可以用感染，就是扩散嘛，对，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情绪也可以，然后人潮的外溢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是你的注意啊，就是第一个节叮咚，然后它蔓延出来，那是真的是也可以，还有病毒的咱的就是破病。破杯，咱的这个什么调味的这个歌词，真正嘛是教科书呢。那就是列书在内底啊，对啊，教科书，好厉害，好啊，说落来，科技的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哪有遐济时间听你讲遐个543，这是迄个李延平的大思想。李延平哦，我哪有遐尼济美国时间？对咧，伊都讲美国时间，来看有美国时间无啊？美国我看哦，无可能有美国吼，就简单了。阳刚是阳刚，应该是闲工吧？应该不是安尼。好怕你本大地是啥物物件？啥会啊？本大地唔知。帕拉亮，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可是帕拉亮不是，对啊，帕拉亮不是放在这边吧？帕拉亮不是你卖底下搞到帕拉亮，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对啊，它应该是解动词啊。最后一个我念一下，应该不是帕拉亮的在讲太久。两雄时间，我妈妈常常在讲那好像现在有两雄时间这么余裕的时间那种感觉吧？有啊。真的是这个。我哪有余裕听你讲遐了543？对。但是我们家本打的是啥？我想要去查看，那是什么东西啊？可是它前面应该是本应该也是，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把布的意思吧。我们在我先查看，我等你吧，紧。有点好奇。我趁现在快那个第7题，我喝口水。第7题，我天哪！其实这个正式在写会很紧张，因为我只有会吗？50分钟因为我阅读很慢。我之前考日文检定的时候，我永远都是最后1分钟，最后那10秒才交卷的。我查不到这个查不到俊男所以应该是无这个物件咯。我觉得可能是输入法没有收入而已。对啊。不要紧，我记下来，我去找我的老师，我去找有清。好哦。
过来是咱有时会甲相应节的形容词中踏一解，嘿，变做 A B 四音节的形容词，亲像老实老实，我看伊就老实老实的迄种老实老实。请问下面倒一个选项袂当安尼勇敢、清气、心实、故意？清勇敢气，清气，我的语感是感觉勇敢很奇怪。所心以实应该是趣味啊，就差不多。心实是趣味的意思，故意很常用常啊。听到清气嘛，常常听到啊。勇敢，心好难哦，等一下哦，我觉得是 A，勇敢，没有人这样讲吧？好像没有吼。哎呀，老实，故意，对，勇敢心实，因为心实听起来较参像是台语的词啊，就是台语的词应该就会，他们就会比较容易这样叠。可是勇敢，我就觉得很像它比较像文读音，就是文言词的话，好像比较不会拿来好哦。讲。好，老师说 A 就 A，我不知对，我也感觉啦，这是我的感觉啦。好哦，阿安甲阿成比阿花较土济，对，阿成较欠阿安。哇，这个很，等一下哦，我这个要转圈圈一下。这个是比较级吗？这个很烦因为其实这个日文检定也常常出来，很烦哦，脑袋转圈圈。阿安甲阿成比阿花更较土济，所以阿花是比阿花是比迄个阿安阿成更较欠的，对，阿成更较欠阿安，所以阿花是第一名，阿成是第二名。阿安是第三名，阿安是第三名，对，较欠阿安就是较老阿安就是头一个迄个较老吧，对不？但我现在乱掉了。总之，阿安跟阿成比阿发还要再浪费嘛，对不对？然后是阿成较欠吗？较强应该是阿成比较节俭，跟阿安比起来的意思，所以阿成比较节俭。所以讲阿成是第二名嘛，阿花是第一名，所以阿发最阔气。对阿花卡好难哦！等一下，我看一个，咱先删去法嘛，咱知影讲阿花是上迄个上欠的，所以迄个讲阿花是胖手的。你知道胖手是什么意思吗？胖手就是出手大方。胖手不是一拳超人，不是胖手哦，不是打你哦，是胖手就是不是胖手，对，不是胖手，他是那个胖手就是开钱开迄个无真久，不一定是大方啦，他不一定是大方，他是比较无脑花钱的那种。好，对，好 ，OK， 是胖手还是怕手？胖手，胖的意思就是头前，就是它是那个华而不实的那个胖的意思。对，你食水果的时候头内底无水。吃起来那种有影桑黑嘛，叫做胖，不是那个好吃的桑的那一种，叫做胖。哦，胖，好哦，胖。阿花卡无阿星，B 就删掉了，看一下。B 无，阿 B 唔对 ，B 阿花个较强无啊 ，A 加 B 都无，唔是啊，所以讲即马就是阿成。较欠，还是阿安较欠的问题，因为 CD 是咧写这对吧？哦，他这个你知道很坏耶，他看不，他又来了。日文常常有那种就是负得正，负正负在那边跟你玩，这个也会耶。对啊，看一下啊，有啊，应该是 C 啦，应该是 C， 嘿，是安尼吧？哦，对。哦，天哪，不会啦，较袂哦，不会啦。后边就较迄个啦，克漏字就不会那么难了，就是伊就会变。我们现在到了下一关第二部分，对，我们已经把第一个部分已经写完了，加油！好，克漏字。第一篇，咱毋是为着家的囡仔，为着这个家庭，伊对。才会放翁放囝，你他都还是嘟诶，伊对，甘愿放翁放囝，
那什么意思？你在笑什么？那 A 吧，应该是以对语感的话，对，那语感啊，以那 A，放囝，细囝逐工拢着爱饲奶，嘿，翁在带三个囡仔，大头嘛真叮当，嘿，嘟嘟嘟嘟嘟嘟嘟。嫁出去，小妹我共装来，小妹暂时甲上细汉的囡仔抱去照顾。好咧加载哟，好咧加载。哦，就好加在，已已经要正当啊，已经快要1年了。嘿，对，啊，日子真久，细汉囝开始咿啊，学讲话以后，哦，我看啥物甲小妹当做是家己的老母。只甲小妹伊啊，甲小妹应该是刷来即个刷吧？对，刷，系啊，应该是刷我刚刚来，是刷，系啊，甲即个小妹叫这款，不是，叫即个版色、声色、角色，应该就是版色啊。对，我刚刚叫这个版色较直觉啦。嘿，好，但细面我可能就是刚在的时阵，我也在想，细面刚是，我是即嘛，嘿，即嘛。你先讲。我是定只有听讲，人咧讲看叫即个版色，这个版色安那，对，来看这版色听起来是讲足大的物件。嘿，哦，对有我刚刚讲叫这个情形啦，对无？对，但是版色就是伫遮应该是会当用，可是它如果较幼了，我毋知影敢有差。所以我有当时我嘛是一直咧想讲，敢爱讲，敢爱听，敢爱写细面，对，怎么办毋？知。我也是写下 A 啊，无问题啊。好啊，那就我一定按转掉。对，好哦起码阮查某囝一工渐慢大汉，不是把代志，不爱就囝。然后六是一个句型诶，爱佚佗，爱生佚佗，爱佚佗生物啊，渐大汉。过来是啥物？有啊。刚刚他无这个用法，没有这个刚刚仔用法，所以刚刚才没有吧？宽宽啊行，宽宽啊后边应该是，他应该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是宽宽啊跟无那都是游刃有余的意思，所以应该也不是 B C 吧？我会很直觉，我都会选 A 导啊，导啊，把代志，那就是慢慢的。那应该是吧，慢慢的懂事了吧？对哦。哦，而且我现在发现很多 A 的时候，照理来讲，我每次考试我就会把前面那题改成 B。你看，我懂，就这 A， 对，真的，考试大家好像都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哎呀，好玩哦。你讲因爱照囝，个爱佚佗生物啊，所以应该是他应该是叠加的吧？他不会是？对，我觉得我看下来会选这个，你表现好啊。那爱照镜，搁爱佚佗生物啊，是安尼吗？应该是。嘿，对，搁有第7题上介惨的是我。嘿，逐工爱行医伫囝的头前，对。就爱，对爱嘛，对，因为后壁是对啊，后壁是对，所以你头前袂坑到，都对爱，都对，逐工很怪，对是不对的意思吧？所以我应该会选我的话，我会选 B 啊，对啊，不是对，不可能是 D 啊，对。哥丢爱，嘿呀，哥啊，嘟，应该是哥丢爱。你在头逐工行音，低头。我以前写功课的时阵就差一点。会，我唱歌就是真的会，真的，我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对不起，让大家多担待我。我也是一啊，你讲，对啊，你们没有开工作台的时候，然后发现就是
对主播就差这种代志。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工作台到最后就变成，就变成主播在扰乱别人工作。我一直都是啊，我上次对啊那就对啊，我不是一直发出奇怪的声音吗？对啊，做工课诶，迄个就是习惯就不好的人，真的是有可能会一直发生这种事，超级好笑。我就是一个做工课的习惯无讲介好，我都会一直念出来。我会甲我所有要拍出来，啊，讲有要画出来的物件，一直大声讲出来。阮爸爸妈妈也是讲阮当时要教我丢稿，丢稿啊！第八题来看第八题，第八题是讲伊就唔愿乖乖去眠床顶困。嘿，如果不这样的话吧，所以应该是哪无吧？若无吼，对啊，无乖，也无袂得。啊，无你安怎讲？我看你平常时若是教育干，你会安怎讲？我看一个吼，若是讲我无啥物做啥物代志，系啊，应该是滴啦。也无就怪，我头拄仔在想讲应该是也无，但是后壁看到若无的时阵，我就会对啊，酸就是若无，无，那个语感比较，那就会酸若无。对，对那是若无，对，哦，这个游戏好笑我就刚刚就紧的嘛，我就跟你讲就紧的，今晚就给我们还有好多题，到迄个。完蛋了。有啦，到迄个啦，我们现在已经写完一半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即马是迄个阅读测验第3个部分文章礼拜第一篇，这版就长的呢，我还记得上尾一篇嘛就长的。嘿啊，好，伊讲，嘿，咱你爱先读看卖话，是讲互我读。逐工若到秋冬的时就，是逐冬哦，应该是每年，冬就是年的意思。每一年到了秋冬的时候，直接变国语，就有真多北方来的人客，千里迢迢来到北岛台湾，为着要找找一个会当休困、会当讨食哦，够可怜的，但是不是啦，天气较烧热的所在，互因会呼着冲昏去着冲昏的波记，我真的要把日文汉字丢掉，等一下，应该是安尼来的，他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要直接这样念也没关系。对，不行，可能要丢掉。而且伊迄个教育部的台湾的台写唔对啊。应该是迄个较简单的台，真的这个吗？对啊，这个是台语。我跟大家讲一个，拍摄，我们时间暂停一下。好啊，反正就是那个以前台湾的台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简单的字，就是那个台，你们知道那个台。那为什么到最后就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因为改做这个台？这个台原因是因为从以前我们现在的秋海棠，到最后变成台澎金马嘛，所以讲咱都有外岛，所以他就会把台湾这个词降格。如果用小字，就用这个字的话，就会变成台湾是一个地区，台湾省的台，就是这个啊。你若是讲一个国家，啊是讲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是那个比较简单的台。这是一个历史，原来是。就是你看以前迄个，其他的迄个日本伫咧写台湾的时阵，伊嘛是写较简单的迄个字。伫咧以前上早的时阵，迄个中华就是那个对台报告书也是写那个比较简单的台。原来如此。他大概分享一个历史。安尼。个继续时间继续，我们只花1分钟啊。伊讲细汉的时，阿公会带阮去四草，刷来互你念。到江水溪岸边去苦位仔来找因吉地我看吉地搭片阮搭便阮拢爱搭摆就是搭便，阮拢爱。样相会，这相会。呀，呀，多长啊，
那我应该怎么念这4个嘞？亚亚，这下回炎炎亚亚央央亚亚来到来到因好难哦，这下回来到因称价的所在啊，称称就是你称节，称价的所在，讲因会见惊西婚，因啥？惊西叫催婚，催婚就是怕生啊，催婚就是陌生啊，对不对？就爱较细滴咧，唔通甲伊拍着惊，所以阮就查手去找因。袂输咧做差共款，阿公会先用照镜找出要看的种修女食那个这下种类怎么讲？精类精类，对，修女嘛是对的，日本的。对不起，好崩溃！这个用千里镜，个真正有呢，千里镜来看，好精足，看好精足。刷落来一张啊，一张，一行，一行，甲阮讲镜头内底是啥物？经过这几档，阮又个会记得嘴面乌的是，哇，好难念哦，是什么？喇杯，乌面喇杯就是那个黑面琵鹭吗？你对，猜对了。因为我其实刚刚有在想说，这个应该是在讲那个什么候鸟啦，然后有卡昂等等的是这下乐卡乐卡超长诶，个有对，一种嘴电倒反，甲人无共款的翘嘴啊，甲骨嘴的翘嘴啊，另外个有一寡嘴啊，亲像姜尾啊。跨区啊，跨区啊，跟头啊，这都是不一样的鸟，全部都是不一样的鸟。阿公捌讲过，就我今日那无法度啊，念上尾一个话。阿公捌讲过，因大部分拢是真多的，伫台湾袂点介久的时间，毋过嘛是有一半钟啊，归去留落来，加做在地的主人，毋免个流浪一世人。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应该都是渡鸟肉，对，斗叫，伊多一个毋是阿公带囡仔去看的水鸭，等等，我看一下，等一下，毋是哦，还有一个水鸭，尖头，等一下，尖头，看。水鸭肉亲像后壁应该有3个人，就是伊第三段后壁有讲到水鸭，应该是米吼，精类米，对，删去法，我看一个，根据本文下面多一个选项是对的，这毋是真爱甲人斗阵哦，看鸟的爱心，这样就感谢露露降落。诺你来了，诺姐姐现在在写那个台语的这个课本，我会加油。阿公考几个下，而且我们还是裸考。对，大家喝起来。对。超吉好食低卡米线。我来呀，不是我来呀，我讲啥啊？算，欢迎你来。阿公，公来。等下哦。面倒一个选项是对的，所以头一个应该是绝对唔对啊。头一个是讲遮的鸟仔拢是要来台湾生团，拢唔是吧？应该是要倒。但是头前就是讲伊是想要食物件，对啊，你倒转去。对啊，千里等一下，我在看那个什么。应该加了斗阵，但是伊毋是讲行车婚。所以就是炎炎夜夜才会使看到。应该是低吧？
对啊，应该是猪啦。天哪，我安怎？你就赞，你好厉害！有，你今仔个会使讲遐长啊呢？夭寿哦，太要啦！你还可以做台语老师吗？无啦，我哪有好厉害哦！无啦，我像你这样厉害啦，我晓幸哦。无啊，这真正少搞诶，真嘛去册顶管理山看到侪台语的物件，啊，你咧看其他也看这什么东西，我怎么都看不懂。你已经比遐的人较厉害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吴昕老师，你今天是给我情绪价值吗？无啊，我真正就厉害，我无咧甲你迄个啊。伊讲中立较早是因为这，而且这嘛是头一届阮写啊，所以你会写的比较，你又没准备，你会写的比较慢，应该很正常吧？是啦，好多情绪价值哦。中立较早是同远款来会用看电片吼啊，我感觉这嘛就趣味的一些讲啥。这个就难的哦，哎呦，我看就困难的是哦，这这就是迄个。头前迄是刷文嘛，这应该就是一种什么记事文。好可怕！中立较早是桃园县内地方行政站级小弟市级的市定。但是这个看，若是讲你原本底是看迄个看华语的，这应该较看有吧？这应该较看有的款，因为伊内底因为有足侪，伊有足侪迄个啊正式的公文体啊，所以若是。看应该比头前的更较好看有。吴昕老师，我甲你讲，我咧看华语的这个公文，我嘛是看无华语哦。对啊，不然就是变成你直接用华语念，就会变成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政，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日本统治台湾史嘛，对啊。中立的人口比当时迄当时的东款来的大溪镇龙潭乡的人口就较少。50-60年了后，你看这是年啊，伊头前是讲冬啊，对，50-60年了后，伫1960年，中立的人口增加超过4倍，变做是全县人口上济的所在。中立的人口超过了4倍。不知道为什么继续看下去。中立现在会点这个50年之间转变做东县人口上济所在咧。纵贯铁路的通车甲地域性的市定发展是一般的解释。他说，一般的解释来说啦，都是说纵贯铁路有通车跟地域性的市政发展，它比较前面是一般的解释。1908年其实应该还是日治时期吧。跟中部接通了后，就是自从跟中部接通之后呢，纵贯铁路就专耍通车营运啊，真的假的？因为我们的铁路是从日治时期开始做的原来是这样自然有人说什么10大建设，笑死！他讲进前淡水河水头的大汉溪是东园县未紧出口生物重要的交通路线。他是说交通啦。我其实这里我也看不懂，反正就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伊的意思就是讲是安怎，一般是讲家的交通好啦，就是位置好，但是其实不是，伊就开始讲是因为伊是迄个除了位置好之外，它旁边有溪有河安尼。对啦，淡水河嘛，大汉溪大溪就是大汉溪才有法度狂发展起来。不过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的铁路运输，代替旧时的水路。他是说，就是大溪以前是因为加水路，所以加遐侪人住，但是因为后壁有铁路啊，所以讲无需要水路啊。对。就刚才那参就是淡水以前嘛是一户里路三舫架嘛，淡水就是台北市以前是淡水厅嘛，以前是淡水厅，后来开始有铁路了后，就变板桥遐嘛。日时期的时候，就是板桥那里变得比较
兴盛嘛，新增跟那个淡水就没有，因为我们就开始坐火车，我们就开始不坐船了。也艺术是安尼啦。有一讲交通工具甲路线的变化和市镇的人口分布嘛受到影响，因为纵贯铁路有经过中立，无通过大溪，加上中立较外平地，大溪是挖山，还有搁较快的发展，这一条件互道路发展有机会毋呐，行过大溪，搁一段时间要做东环内底人口上侪的所在。原来是这样。每次这种题目啊，写完之后马上忘记。底下伊就是讲一寡废话，这就是这种题，伊就是讲，伊就是讲火车，因为咱开始坐火车啦，伊的意思，伊写遐长的意思，就是因为咱开始坐火车，所以讲就是卡迄个啦，就安尼尔啦。无其他的。好，就看第4题。根据本文，请问下面倒一个选项上适合做本文的题目？就是题目题。德文化的地方行政单位，这是所以呢？应该不是这样。对啊，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若是你爱讲这个，无一定爱讲多远的代志，所以应该是爱看内底有多远的。用龙潭甲大溪是安怎会衰？会衰微，但是佫无讲到伊大部分都是拢讲中立啦。中立甲大溪嘛，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D 耶。对，我嘛会选 D 啦。讲的好多啊，我也看不懂啊。我看无。伊就是咧讲啊，即马就是坐火车啊，所以讲以早行水路兴起来的城市，就无法度，就安尼尔。就安尼啦吼，讲一大堆废话，这就是就是公文就是安尼。我感觉检定拢共款的，日本的检定定有哦，足侪废话。嘿呀，足烦呢。过来是根据本文下面倒一个选项，毋是中立市发展的因素。人口增加，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讲铁路就是甲迄个主题是共相关的。应该毋是北地啊。伊头前无讲到北地，北地较快应该是大溪啊。腹地应该就是对啊，对，嘿。伊讲迄个大溪是大溪遐是北地是挖山大溪有无啊？伊是讲加上中立较挖平地，比挖山的大溪有较快的腹地，所以伊真正嘛是有较快的腹地，所以这嘛是中立有啊，我看到啊，有较快的腹地比大溪较快啦，所以 B 加 C 是对的。A 嘛是对的，对啊，无就是主是无讲到，主应该是全部内底烫片无讲到的地域性，可是我觉得主也很像有，就觉得这种题目好烦啊！我一下，无主就是讲甲就笼统的物件，你讲对也是对，讲唔对是完全唔对，因为伊无讲地域性的示范发展，不是说什么10大建设这种才是吗？好，这个果然就是就伫咧吴兴老师的专长，我伫咧总理就是起一个建设。总理的，因为遐是客人，迄是客人的地方，地盘。到有面线是，我是会写猪啦，我唔知。好哦。伊讲根据文本，请问都是他们是不想要出题目了，所以都讲一些。
我要出题目就是随便乱出，因讲早起的大迄当然因为我铁路，毋是我铁路，是我水路嘛。系啊，中立自日本时代拢是，毋是啊，毋是啦，毋是讲就是铁路开始了后，才是对24季的时阵，就零点动款内底行政层级处室，应该是区吧？啊，中立属实，应该是。我看卖哦，头前第二。毋过贵，他就是这个很讨厌，每次都这样，我就是要反复上去，一直拉上去看，然后台 K， 你现在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吼？我今日看啊，无我看 C 刚是对诶。他20世纪初吗？20世纪初。他日本统治呢？日本统治的时阵，伊无叫遐无叫中立吧？他是说伊讲20世纪初，伊讲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呢。因为这是我有一个先决的知识，这我知道那个时候日治时期啊，就是因为日本时期是1945年才结束。所以讲，他说20世纪初就是1900到1910的时阵，就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迄当时中立根本就不叫中立吧？我现在脑袋在转圈圈，应该是安尼。这是历史题啊，这历史的题目。你看，这就是啥？各位观众，这就是历史要学好。日本的时阵，敢是直接叫东园，东园这个事，对啊。以早日本的时期高雄嘛，无叫高雄啊，伊叫做塔卡奥啊。伊有家己的名，是用日本话去念的啊，塔卡奥啊。对，所以东园应该迄种是嘛，无叫东园啊。所以讲 C 应该不是对呀，C 应该嘛不对，所以就是猪吧。应该是猪，好就猪了。你刚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再用华语说一次哈，这个是比较历史题的东西。你20世纪初的时候是日本时期啊，日本时期的时候，它怎么会叫桃园？伊嘛无叫东园啊，那个地方也不叫桃园啊，中立也不叫中立啊，因为迄东西现在若是讲无讲盖这人大，那个地方如果没有那么多人住的话，那也不会特地给一个地方取名字啊。譬如讲就是我今嘛住伫市场内底，我觉得我们这里有12户、20户，那这里会特别命名吗？不会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是安内，我只是单纯看他这个跟他下面讲的不一样。对啊，下面讲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这里就是很像讲说那个中立早，较早是桃园什么这个事，但是他后面就是说，但是呢，什么到了20世纪就代表说，对啊，就代表说啊，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伊有讲但是的意思就是超精神，对啊。你安尼讲其实嘛是对的，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把问题搞复杂了。不会，对，因为这个没有读书的孩子有没有读书的孩子的用法。对，不是没有读书，是没讲啊，就是会特别想一下，这个时候好像也不叫中立啊。好哦，上尾几篇啊，地卡。上尾几篇啊，有信心不？有信心不？咱过来。你基本上刚刚就困难不？其实还好吧。这个就是要常常念啊，你爱假 kita， 嘿呀，假 kita 对啊，你爱假 kita。就是哎呀，上尾一篇来看，出世3天就报喜，亲戚朋友斗欢喜，满月剃头加油香，祭拜祖神啊！头哇靠，敢若要落雨啊！天就黑诶。你讲你祭拜对，北部要落雨，大家出去爱10月10号吼，祭拜祖神啊，感谢天啊！4月1满来收暖，新冠宝贝赶紧大，7岁8伯到发。这应该就是讲小朋友红孩吧，到厝了后走哪杯？
这首念谣是咧描写婴仔生长的过程，生长过程的民间风俗，尤其是做4月日收烂上趣味，上有人情味。做4月日的时阵，你细汉时阵敢有收烂过？你敢有会记这个代志？我会记得我无呢。记得啊呢，系啊。我甲爸爸妈讲，我敢若无收烂。哈，我一定要收啦，我一定要收吼。我会记你。那安尼恁亲戚朋友敢有收过？你有看过？你有去参加过？我有去参加过。我们家好像没有。就够多，伊拢挂什么饼啊，也是什么，所以跟什么桃饼，什么好食，对啊。头前有讲，头前我头拄仔看到有人迄个铁路是清朝就有，都是片段没有完结，日本治理之后才慢慢连接。我跟大家讲，这个之后等一下我们先写完，我们再来聊这个东西。为什么清朝盖完铁路之后他们没有用？原因是因为他们说，就是若是讲，就是八国联军了后，因就是被造就排外嘛。因就是詹天佑他们盖完之后，为什么不能用呢？就是因为他们因主张讲，如果让火车在铁路上面跑，就会损害大清的龙脉，因为这块地有龙脉，台湾的地有龙脉，所以你们我们不能跑，所以讲因就是收就这钱的，他们收很多税，但是做了一条他们不用的铁路。那后来是日本人来的时阵，因为要拍战嘛，然后他们又要运送物资，运送迄个蔗糖，对，所以讲就把迄个铁路就是新的旧的一起接在一起。我们才会有环岛纵贯铁路。那时候是纵贯，就是西平加有花东，那时候没有。后来10大建设了后，伊才把迄个东平加就是扣起来，才变成环岛铁路。环岛铁路，对，是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高正来上尾一篇就讲啥物？中秋的时阵处理爱准备新的红菇酥饼来祭拜祖先啊神明。后头厝应该是娘家嘛会送头尾咧，就是无啊，伊啊甲金嘛会祝福，亲像满月共款。你收烂的时用红线蹭过一罐酥饼，迄应该是姜公饼会看。我之前有看过行政遐有迄个姜公饼，你有吃过吗？姜公饼我吃过，其实我喜欢吃，伊就甜诶，毋过就香诶，好吃啊！就干诶呢，你食了，你的喙烂会全部用塑料诶，迄种干。我就爱食迄个，好好吃哦，姜公饼。好可怕，好吃。我感觉水润饼较好食，大家若是去迄个新竹，即马敢若有一间咧做，叫做迄个水润饼。大家可以吃吃看，我觉得你会喜欢。我下次去我会买给你。谢谢，吃看看。但是你刚刚无该食肉桂对不？肉桂，我就爱食的呢，我就爱食肉桂。是倒一个人甲我讲，那是安尼，你就爱讲水润饼，水润饼顶悬，伊是 QQ 爱购有迄个放迄个肉桂。对，你会使迄个家己做迄个水润饼，汉堡家己食。你会使内底嘛会使内底就是放迄个 cream cheese， 超好食，真的很好吃，真的这么好吃？好食。我是一个就无爱食胖的人，但是我感觉水润饼就好食。真正会使去食。伊讲一款就伊个挂伫咧圆仔的红棍，做厝边头尾找亲戚朋友斗收烂，因着压一块酥饼去，甲脆皮挂咧，酥饼就留落来食，好恶心哦！那不是就要吃它的脆糯吗？对啊，安尼就爱食伊的脆糯，真的哦，真的是会吃下去吗？无啦，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我看的时阵就是一个仪式有无，就挂迄足侪饼的这个项链有无？安尼就好啊，迄一个上的，嘿啊，安尼就好收啊，嘿啊。毋是讲啥物收烂收搭搭，互恁老母后
拍谁懒趴，就这个不用讲吧？为什么要生一个男的出来折磨老母啊？哈，对因无讲诶，阮朋友无讲，我都无就是听过。讲好有戏啊，伊内底就写这篇文章内底写有伤人啊，互老母后拍谁懒趴啊？最嘛讲收暖收哩哩，每年就小弟，福寿兄讲收暖收哩哩，健康好有妻。啊，福寿寿讲收暖收大大，赶紧叫阿爸。哇，好多俚语哦！哇，天哪！但是现在拢爱祝福迄个妈妈生，我觉得那个祝福再生一胎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像诅咒。妈妈的子宫不是她的子宫，有听过吗？对啊，对啊，是安怎？亚洲妈妈的子宫。是爱迄啊，对啊，新时代咱好注意这个代志啦，就是查某囡仔讲爱生吼，大家都爱尊重，啊，无爱生，大家嘛爱该尊重，安尼对啦。但是伊家己爱决定的代志啦，对啦，对，祝福嘛是会使讲健康好有气嘛就好个啊，对无？对啊，行，收暖收多多，收大，每年考台大也很强了吧？就是1岁6个月，然后就可以考台大，也不错。台大哇靠！啊，还有迄个金棍本本，伊讲做秀的练习。我做秀的。你讲上尾，我拢会，我甲大家就是分享一个，要安怎迄个写阅读测验，我都会一般来讲啦。我伫考试的时阵，我会先看第一步。我会先看题目。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一边读，我就会一边写完。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哦，所以这个不需要了哦，不需要，你已经看到是吧？是。就是讲根本我们做细微练习，下面都一个选项是对的。厝里爱传头尾嘞，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妈妈遐，就是后头厝爱传头尾嘞。对啊。对爸 ，B， 对，我感觉应该是 B 啊，因为嘛无讲到贵酒啊。系啊，无。这篇都无讲到贵酒啊。伊讲根据本多一个选项是唔对的。对。都爱请人食红菇、酥饼，是啊。想要去招厝边头尾做伙来参加。哦。红菇，他都有讲到吗？红菇有。好像有啊。就要请人摸西果的吼，红菇。所以真正朋友来参加嘛是对的，但是后壁讲无好诶，无定着甲囡仔有关系。头前其实嘛有人讲着诶物件，甲足侪甲囡仔无关系啊。什么讲好诶？哦，这个我就完蛋了，蛋牛。是看起来第一较成啦，但是因为你头前食红菇、食酥饼这个物件，若是讲你 A 加 A 选唔对，B 嘛已经唔对啊，所以 A 加 B 是对的。啊，厝边头尾来参加，伊头前嘛有写去厝边尾头找亲戚朋友斗收暖。对，系啊，所以应该是猪。系啊，因为意思应该是安尼。A、B 拢共款啊，好啊，无猪好啊。老师讲猪，会当写猪啊，系啊，嘛无法度讲会当写猪啦。我的意思不是，这就考试尔。啊，讲根据文部对亲戚朋友的祝贺书、祝贺词，会当发现早前的人有啥物观念？早前有啥物观念哦？像生查某，较也生查某哈，头前一直讲过。对，真的重男轻女呢。啊，应该就是猪啊。真的好不想选哦，但是真的是，这嘛是一个问题啊，就是爱伫咧迄个内底写，奇怪哦，奇怪就是大家对迄个，大家对，唔知影现在做爱生查甫，但是一定爱生查甫，但是嘛有人进前就是我有问过迄个一个阿公阿嬷问讲现在做爱生查甫，啊我就有听过一个讲法，是一个阿嬷甲我讲，因为生查某的。伊就爱会晓保护伊家己，嘿，这是一个，就是因为你若是查某囝就会伫咧这社会有足侪大人袂甲伊家己囡仔教好啊，对啊，所以就想讲，若是查甫，伊就袂
伊就免去烦恼这些代志。哎，所以为什么我会停在那么沉重？我们都要结尾了，我刚喝酒一个能量啊！我们这个应该有什么答案可以对吗？会使啊，咱会使后礼拜我们再来对答案。你先拿来团后啊！我先下载一下，不然我怕我等下万一叭一下，然后全没了，好好笑。对啊，我看一下，我这样是有传。来看卖，然后呢，你伫咧团的时阵啊，再来看其他的，讲猪油炸得很笼统，什么意思？我们大姐在讲什么？然后他说，只要连接的重要路线没有周围，对啊，而且他们那个营业其实是没当用就是它没有连接起来，然后车厢也就不能用。我们一直把公园现在不是有一个腾云号吗？腾云号其实没有开过，很好笑。对，我现在把这个档案应该是有传给吴昕老师，应该是有这个写过的，对，应该是有。所以宝贝也说这是历史题，对，它其实是历史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立那一题，它就有点像是在培养你的台湾观念啊。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说什么，对，在历史课本都会写说什么日治时期桃园什么啊，干他那个时候就不叫桃园啊，就跟我们现在在讲说高雄以前不叫高雄，叫打狗这件事情，它也是很久，也需要很久的，就是教育的思想的转换才会发现。新老师，我的历史课都在画历史人物，对不起。我以前也是我好像是很久，我是因为比较喜欢，以前不是有一个漫画叫做 APH 嘛，就是那个黑塔利亚对，各种国家，对，台湾的就高追，我还在喜欢，盖也是澳洲遐啦，可是我觉得台湾就特别可爱，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画。为了我才开始认捌对认捌台湾历史这个代志，我就较有兴趣。我有兴趣了后咧，我才开始就是就是大学就开始读。有兴趣的时候，不是国校的时阵呢，就是国小的时候。对啊，那时候就开始画。有没有发现聪明的读书的料的小孩，对比就是什么都不会只会画图的小孩，这就是一个呈现一个对比，懂吗？没有，我觉得我也是只会画图的小孩啊。你功课超好，没有，还好，因为我平常是偏爱人，然后就厉害，所以其实我觉得是那个啦，被影响到啦，就是大家互相影响啊，真正互相影响。他爸熊说老一辈确实会吃掉拿的饼，对啊，我也记得有吃我觉得好恶哦。对，我还记得我有一次看阮兜的囡仔。就是修暖，然后我真的就是老一辈吃掉，然后我晚上还做噩梦，我觉得好可怕。我给他里嘛是也是做噩梦，然后我就梦到我的房间没有蟑螂，我打超久了。现在其实消甜，我告甜。好劳累的梦，你为什么连做梦都要这么累？因为我唔知呢，我可能是因为最近工课压力还是啥，就是较大，唔知，规定就是。你等下个去你对，的，我要去做头路啊，对，我要去上班啊，先大家讲拜拜。好啦，谢谢吴昕老师，我们先来切个片尾。辛苦啊，谢谢你陪我做题本，谢谢。不会啊，其实蛮好玩的。哎呀，我很开心这蛮好玩的。下次就是我把这个吴昕老师订正完，然后再传给我。再请吴昕老师帮我订正。这个就是长写吧，长写的人比较会有。对，好哦。他说那个意大利，对啊，台湾好像是翻意大利吧？对，意大利是那个那个未来日本台有在演，现在未来日本台有继续在演那个吗？演那个动漫吗？好像没有了吧？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台节目了。对啊，都好像不是桃园啊。然后呢，大家再见。那降落，小等降落要降去倒位？我们今天降落会降到哪里？我已经用好啊，咱去拖遐，咱花友的你啊，咱去拖遐再做一个。然后大家去吹拖拖啊！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ラントト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
请好好的安全带。我们要降落在托托的频道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喽！先这样，吴昕老师立马辛苦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